大家好，我係《勇敢與美麗媽媽的旅程》嘅作者張悅敏 Coco。咁呢本書咧係我出版嘅第2本書，佢延續咗我以往嘅繪畫風格，注重東方嘅美感同埋敘事嘅細節。咁文字方面咧係中英雙語呈現嘅。咁呢本書咧係講述媽媽喺懷孕嘅過程中咧，仍然堅守工作。咁喺 BB 出世之後咧，喺職場同埋家庭嘅雙重壓力之下咧，仍然綻放出勇敢與美麗嘅故事嘅。咁希望小朋友睇咗之後咧，都可以感受到媽媽對自己嘅愛意，而媽媽們睇咗之後咧，都可以喺呢本書度揾到一啲認同同埋鼓勵啊！咁好好享受做媽媽嘅呢個過程。勇敢與美麗媽媽的旅程呢本書已經喺澳門各大書店上架啦，歡迎前去翻閱書籍，一齊感受做媽媽嘅勇敢與美麗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